C 組嘅獎項，再一次邀請運動員進場，包括咗109號徐坤、110號徐澤全、111號湯俊豪、113號馮偉良、114號姚文達以及118號鄧卓賢。同時都邀請我哋嘅頒獎嘉賓中國香港健美總會主席胡雲流先生以及主席夫人黃敏玲小姐移步台上，為我哋頒發今晚最後一個嘅賽事。喺呢個賽事裏面可以獲得第6名嘅係118號鄧卓賢，獲得第5名嘅係114號姚文達，獲得第4名嘅係111號湯俊豪，季軍得主係109號徐坤，亞軍得主係110號徐澤全，獲得冠軍嘅係113號馮偉良。喺度宣布最佳造型獎係110號徐澤全。恭喜晒！邀請我哋兩位嘅頒獎嘉賓，為我哋首先頒發最佳造型獎得主，恭喜110號嘅徐澤全。繼續頒發第6名嘅獎項係118號鄧卓賢，獲得第5名嘅係114號姚文達，獲得第4名嘅咧係111號湯俊豪，季軍得主係109號徐坤，亞軍得主係110號徐澤全。冠軍得主係113號馮偉良。恭喜晒！咁現在咧，邀請我哋運動員先將你哋嘅獎座放喺舞台上方，跟住咧同我哋兩位嘅頒獎嘉賓手牽手，準備 up！ 好，先望望我哋前方舉緊手嘅大會攝影師鏡頭 ，thank you！ 望望我哋後方揮緊手嘅大會攝影師鏡頭，感謝大家。Thank you， 恭喜晒我哋所有嘅得獎運動員，多謝你哋，都唔該晒我哋兩位嘅頒獎嘉賓，邀請大家咧可以去到後台盡情慶祝啦！冇錯啊，咁啊，隨住呢個組別頒獎，我哋所有今屆我哋2025全港健美錦標賽暨第2屆大灣區地區邀請賽咧，我哋正式圓滿咁結束咯噃。冇錯，喺呢一度咧，再次多謝大家嘅出席同埋支持，都感謝咧所有嘅運動員為我哋帶嚟相當精彩嘅表演，同時都感謝我哋台前幕後所有工作人員今日嘅付出，多謝你哋。最緊要多謝。